拜已经解释过了哈，这有一点不是很正确的示范，在原住民的这个花冠里面没有玫瑰花的啦。可是我们给他，因为我们在平地的这种 feel 里面哈，要表达爱哈，表达爱最大最清楚的象征就是用玫瑰花。所以咱讲用玫瑰花，实际上在原住民的花冠，你唔捌看过玫瑰花，可能是菊花比较多哈，小菊啊或其他的一些那个哈。因此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呈现，特别是要谢谢茂林教会的年轻朋友，他们从礼拜三就坐游览车，从遥远的茂林，然后一直到了我们这中间。再从礼拜三到现在已经算是5天4夜了，对不对？在我家洗澡的是谁呀？怎么只有一个？好，谢谢。所以他们这些小朋友，他们来了，那就住在谢谢幼心幼儿园提供的空间，然后还有几位我们的长职同工哈，住附近的，我们一起晚上的时候9点10点，他们就要洗完澡，还有自己本身的晚祷到11点12点哈，然后才可以回到幼心去。有很多我们士林教会的同工年轻伙伴一起陪伴他们，服侍他们。刚刚圣歌队在献诗的那首歌，也可以说是教会要给这些茂林的小朋友，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彼此祝福。虽然说你们在我们中间前后只有这5天，昨天晚上我就听到有一位茂林的小老师问我们福音营的同工说：“我们明年还会来吗？”然后这位我们士林教会的同工就跟他说：“应该会啦哈。”所以不管再来我们如何一起同工，但是我们相信，就像刚刚那首祝福的歌所在唱的一样，我们要寻找的不只是自己的一个理想，盼望天父上帝亲自将他的意向、他的心意放在每个茂林小朋友、老师的身上，让你们能够去看到他所在你们生命中间所要展现出一个极奇妙的恩典。那也盼望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起参与在过去这几天营会的年轻朋友或资深朋友，他们必定会有很多的收获跟深刻的一个体会。所以恳求主继续帮助咱，特别是咱士林教会得到上帝真大的祝福。在3年前有机会，咱甲鲁凯总会茂林教会最近来成做东盘教会。台语咱讲叫做东盘教会，北京语叫做伙伴教会 （Partnership Church）。这款东盘教会跟咱古早咧讲的姊妹教会有一点仔无同，因为姐妹教会有时候就会觉得，那为什么不叫兄弟教会？靠有力啊这款结连。那如果成为姐妹，成为兄弟，谁是兄，谁是弟呀？谁是姐，谁是妹？所以这10来年，我们比较多这样的一个同工合作，我们就一般称为伙伴教会。成为伙伴，成最同伴啦。那成最同伴，就袂讲我什么人较有力，什么人较软性，拢是互相。伙伴教会要强调就彼此一起扶持。所以这几天，我们士林长老教会很多的朋友也从茂林来的这些伙伴得到一个学习，得到一个激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3年前，上帝给我们机会跟恩典，我们跟茂林教会一起结为伙伴教会。茂林教会还特别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漂亮，我们这3年来都放在教育馆的1楼客厅，有看过不？咱咧客厅一日看过，常常互人问讲，牧师迄2支扫帚是从啥？这不是扫帚啊，这是小米哈。那这个是黑米啊。他们原住民文化中间非常特别的哈。这是在2013年8月4号，士林长老教会茂林长老教会伙伴教会宣教合作的一个协议签约的一个纪念。这是2013年那时候的小会议长，就是王明忠牧师他们教会跟长老们也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有人到茂林教会中间一起的一个签订。这3年来，
坦白讲，虽然说我们的频率不是那么高，可是我们有一起在一些事工或者一些团契的交流。在去年12月茂林教会60周年，吴小凤牧师风波的时阵，有去的人举手，有去了吼，叫几了哈，来多谢哈。那个时候我们还一起哈，那坐游览车一起去。等一下礼拜完以后，我们还可以哈，再彼此交易一下。吴小凤牧师就任茂林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们教会也有一起去。这2年，主日学小朋友到我们士林教会一起参加夏令营、参加福音营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今年下个月8月26到28，8月26到28，咱教会青少年团体不良敬拜团，咱按算有一台游览车，会去到茂林教会去迄个所在3个学习，3个同心的敬拜。这个部分拢是咱伫个伙伴教会宣教协议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内涵。为什么会要真做东华教会？全台湾咱有1200将近要30间，1230间的长老教会，有1230间的长老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自己在做一些福音工作、宣教工作。但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宣教协议，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主，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教会，然后愿意借着事工的交流来共同分享宣教意向，共同来分享宣教的意向。所以迄阵咱伫咧讲到内容，包括咱今仔日要继续嘛共款，同要紧就是会当促成原住民部落，也是较偏远的所在，以及都市中间这款的一个宣教的分享，然后鼓励双方教会的团体有机会交流。所以咱拄有讲到，包括主理屋，包括去年志明雅各诗班有去茂林，那么包括咱8月底青少年团体。甲咱的迄个布牛诗班要去到茂林，这拢是咱所咧讲的这个部分。这是咱伫3年前，在3年前的时候所签订的。当然，在3年前，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配文传道在我们中间。配文传道中间，这种宣教协议中间，茂林教会派配文传道在我们士林教会一起共同宣教。那时候因为尊重宗会。那时候卢凯宗会特别告诉我们说，最好能够有一个时间点有得一个保障。是那好像是的，我感觉我戆那个签落去。不过就是上帝的心意啦，哈。这个当然我们就尊重那个宗委会，所以就把这个时间点就放上去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知道配文传道在卢凯宗委会的调动之下，8月要到神山教会去哈。那这是那时候在2013年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我们盼望继续，因为这是士林教会跟茂林教会的一个宣教合作的一个事工。这个比较不是说有的给没有的，我们相信上帝的教会，咱相信上帝教会拢有无同款的恩典特色元素，要安怎会当学习？超越，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第2段的圣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中间的墙拍倒，所以咱要安怎学习对伫无同款的，甲咱无同款的，要安怎明白伊、欣赏、尊重，得着学习，这才会当开阔咱的性命，才会当开阔咱的眼界。这个无同款包括啥呢？唔那干那今仔日原住民主日。这个无同款，包括咱做爸母的甲囝儿中间，包括咱做查甫的甲查某的中间，包括咱做基督徒甲非基督徒的中间，这拢是咧讲到这款的无同。所以我今仔日特别伫这个所在，咱来分享一项真要紧的功课。咱知影，我们知道在地理上，我们到底有几个板块啊？有几个板块？我看到有的说6个板块。有的说7个板块，你的了解是6个板块还是7个板块？那当然，这个就是不同的学者他们所提出，这个是在说到地理的板块。这个地理上这款的地这全世界地球遐尼大，伊讲总共分做6地，有的讲总共分做7地。
中间如果有一块稍微动一下我们就不得了，咱就惊到要死，对不？地动啦、火山爆发啦，等等这的，拢是咧讲到这款的板块移动。这个地土地安尼刷叮当一个，咱那个会当小可看一下，因为叮当真慢嘛，对不对？板块动得很小啊，它如果大动我们就完了，它动得很小。但是人的动就不一样我们发现人类迁徙的板块，人类的迁徙，5000年前、2000年前可能较慢，但是这个迁徙速度愈来愈紧，速度愈来愈紧。本来按算卡按那个咱来讲的迄个部落，当伊咧迁徙的时候，人类有一款迁徙的现象叫做啥？唔是讲按欧洲刷来亚洲，按亚洲刷去美洲，唔是安尼来尔咱拢一直集中按都市来，这个迁徙速度愈来愈紧，愈来愈都市化，愈来愈都市化。所以，咱用台湾2300万人来讲，2300万人来说，已经有超过70%人住在5个都会区，北什么？北北基，连台风要不要放假都要一起啊。然后大桃园地区跟中立整个，然后台中地区跟彰化。大台中地区，然后再来往南是什么？就是台南了整个大台南也会越来越集中。再来就是高屏高雄、屏东、高屏，这5个都会区会越来越变越大，所以人的移动速度很快。速度很快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变成越来越强的那种都市化。这种情况就不只是那个陆地板块，不是这个土地呢，小可叮当者，上帝哈像者咱就地动，咱就火山爆发，咱就津波安尼，板块一叮当，津波就造出来，海啸就造出来。咱人感觉讲哇，这大自然实在力量真大，那大自然的力量太大。但是呢，人的生命的关系板块其实这是我们更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迁徙的速度很快，所以生命看起来好多好多的人，大家都往都市集中，好多好多的人，可是呢，生命跟生命的对话、沟通、欣赏、尊重这样的功课，其实是越来越难，挑战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今天借着原住民主日一起来学习的。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眼光，当这个社会迁徙那么快的时候，上帝通过亚伯拉罕要给教会的使命、跟恩典、跟呼召，就会更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2000年前、3000年前，如果以亚伯拉罕这个3800年前，亚伯拉罕要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伊要做偌久才做会到啊？照伊迄款迁徙的速度，到伊安息的时阵，都无离开巴勒斯坦，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那有可能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但是今仔日迁徙遐尼紧的中间，教会如果拿回应这款的一个机会，教会如果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我们会借着各种方式，让万国万民更快得到福音，万国万民会因为咱来得到福气。这是咱今仔日所看。那安尼，咱进入今仔日的经文第一段，创世纪第几章？今仔日咱看第一段创世纪第几章？伊咧讲的一个真特别趣味，就是大水了后，你唔能敢看第5节，你还阁看哪有几个囡仔？叫做什么名？象、含、雅弗、闪、含、雅弗。你仔细看《创世纪》第10章，在讲到这3个孩子，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因着语言、因着文化、因着宗族，然后就建立了他们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在圣经上面呢，学者就告诉我们，有一大群基本上就是在讲欧洲这个部分，有一大群他基本上就在讲非洲这个部分，有一大群他基本上就在讲亚洲这个部分。如果以现在的州的区分的话，3个孩子他们区分在教因的语言、教因的文化、教因的种族，来建立无同款的国家。上帝眼中，上帝所期待创造的是百花齐放，百花齐放，足侪无同款的特色。所以，敢若像咱人甲人中间有无同的特色，敢若像在咱台湾，在我们的台湾里面有那么多不同的族群一样。所以，这是咱的看
要安怎学习伫多元的中间一个合一的功课。这拢是照，毋是干那分来了，闪、含、雅、佛，拢是照因的语言、文化、种族安尼来四散伫世界这个所在。多元的中间要安怎学习到上帝所互咱合一的功课，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咱今仔所读的第二段的经文，以弗所书咧提醒咱，当咱每一个人，当你我，另阮兜来讲，当我若会当学习甲耶稣基督死正的关系，阮大日伊也学习甲耶稣基督死正的关系，暗日嘛学习甲耶稣基督死正的关系，牧师娘伊也学习甲耶稣基督死正的关系时阵，欢的关系自然，这是真正自然，伊就会更加和睦。不是人跟人，不是人跟人之间努力在学习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每个生命先借着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先跟上帝和好。伫这摆这两礼拜大家安尼含迄个咱的团队爸爸呢，安尼依依不舍的时阵哦。我有当下看落有一点仔心酸吼，我的个别性莫当安尼无吼，因为伊讲的敢若像伊的个别性吼，真侪人少年啊。不过听到一个话，有一个咱的长级，伊讲实在是真感谢，因为我的查某囝有影，我发现伊这3年改变足多。伊的查某囝20外岁吼，大学毕业伫咧工作，伊讲哇，实在是真感谢，因为这3年。我家己感受到我的查某囝改变真多。其实这是听到一寡中级长辈讲的，但是呢，相对共款，其实对你这查某囝，阮所听到，伊讲哇，我的爸爸妈妈，我感觉伊这3年改变真多。毋是讲人在做啥物，毋是我们团队，毋是牧师，毋是讲其他，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若愈来愈细正的时阵，真自然有一个功课会变做伫咧咱即个群体中间，伫咱属灵教会有嘛同款，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同款。如果士林长老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子，更真实的来跟上帝建立那样的一个亲密、正确的关系的话，茂林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跟上帝更寻找到生命的认同、生命的定位、生命的喜乐跟尊严的时候，士林教会跟茂林教会之间所享受的那个合一才会真实，才会真实。所以这是为什么咱讲耶稣是万民的愿望，只有耶稣基督是万民的愿望。通过伊每一个愿意跟耶稣基督同顶是立的人，咱就有可能，我们最有可能真正的手牵手一起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好，最后这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个前辈杨启寿牧师，在1989年担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任的时候，他一直提醒，就是原住民的教会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资产。这样的资产的一个连结，或者一个彼此的一个学习，当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是这是我们要一起去领受、一起去努力的。所以在1980年代，台湾有一个证明的运动，迄阵拢讲叫山地人啦，甚至较粗鲁、较无文化的人，佫会叫人讲无水准的人讲话就拢较无水准吼。咱常常听到一寡台湾人咧讲讲到山地人讲一寡毋是真好的一个称呼。所以伫1980年代有一个叫做正名的运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真侪牧长信徒参与伫这个中间。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全台湾第一个团体，伫官方伫迄个团体正式的组织中间，将山地这个字换做原住民。这是伫1989年，咱的总会通过，我们的总会通过，所有我们都全部改为原住民。所以以前叫做山地宣道委员会，就改成原住民宣道委员会，我们简称原宣。咱常常听了讲原宣，就是咧讲到这项代志有影响到其他的组织，中间影响到一个同大，就是中华民国的政府。所以伫1994年宪法的修正条文，原底嘛是写山地。伫1994年总统令。就将宪法的修订条文的
山地拢改做原住民。啊，宪法改啊，行政法改较慢，行政法改较慢，一直到2001年开始，一寡行政的条例才专门改。到迄个时阵，行政院长张俊荣共款下一个行政命令，所有公家的机关山地拢换做原住民。以前还有6包3包，对不对？你知道3包6包吗？然后就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全部是原住民了，全部就变成原住民。那这种证明呢，不只是在整个的原住民族，我们在称他们称原住民，不只是在整个原住民族，它有一个层次。后来我们也知道，原住民他的名字可以证明，所以我们就会称为 Vavani 传道，就不会就忘了他叫什么汉文的名字。身份证也可以证明身份证的名字可以证明。不止这个身份证证明，从2001年开始，原本我们所知道的11个族群、12个族群，对不？过来13个、14个、15个、16个，一直拢会当正名造出来。这是个别族群传他们的那个证明可以出来，不只是回复原住民族部落，连山川地名就会改回来了。所以2009年88水灾，莫拉克风灾88水灾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本来叫三明乡，也就在那个机会让我们知道，原来它叫什么？你买讲，他们叫什么？你啊天才讲茂林，那么下听过？咱今麦去那么下，古早叫什么乡？古早叫三明乡。所以这个就是包括地区、山、河川传统的名称，敢若亲像咱拢常常讲景美，讲暗天，这拢有伊原来的意义，原来的意义啊。所以通过迄个意义，会提醒咱即卖的人，搁较回应上帝的听，甲互咱的使命。这是咱的讲，互相诚做信用的资产，因为耶稣基督是咱万民的一个。吧，对的安妮，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士林教会跟茂林教会我们的宣教合作伙伴教会的一个续约，就展言的一个续约。我们的内容一样，因为刚刚所提过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分享原乡跟都市的一个宣教实况，彼此能够继续团契交流。双方我们当然一样会跟中会来报备，一样来报备。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很高兴茂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吴晓旺牧师、师长，还有他们的长老以及他们的主日学师生在我们的中间。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愿意这几天，今天已经来台北第5天了。这些小朋友、师生，他们非常不会累了。我觉得原住民的朋友，他们都不会觉得累所以我们现在先拍手欢迎他们。他们要为我们为整个的签约来献诗。原住民的小朋友原住民先过来那个主日学先来献诗好不好来。来，牧师请坐那小朋友先出来我来下去呢讲冷气伤冷啦，刚好我们过来休息，这几天休息对不对？冷气好冷因要先献诗献诗了，咱要请吴晓峰牧师来跟咱分享勉励然后咱有一个签约一个交换礼物的一个动作
我想请小朋友成为我们这个展言签约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不是背景。他们年轻人是我们今天的希望，不是明天，所以可以上哈。我们要先请小凤牧师针对我们士林教会跟茂林教会之间彼此的一个宣教合作伙伴教会请他们请他也特别为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给我们一些勉励哈。来，徐牧师还有我们的王牧师、佩文传道在座的长执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哇，这个看到花圈就有活力呢。你们知道刚刚小朋友第一首唱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吗？第一首歌，那是一个恋爱的歌。爱故事简单那么里，爱了一个国子那给的秘书。你看牧师的声音那么好听，小朋友才唱得好听呢。他的意思说亲爱的，你不要难过。他这一段的意思就在讲说，即便你到任何地方，我对你的爱都不会改变。我觉得，我对你们的爱吗？有人在拍手。非常感谢上帝茂林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经过这个小会的决议。我们很真诚的在会议中呢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愿意继续签订与士林教会做一个宣教伙伴的一个关系。感谢主，其实在会议的过程，长老们都非常的感恩，那也愿意透过前3年王牧师也好，或是佩文传道的努力也好，我们发现圣灵在当中在改变这也是我在茂林教会的一个看见。因此我们愿意用耶稣基督的爱跨文化并且不分族群来共同建立上帝的国，同时用祷告作为我们宣教的基础，用真诚的心彼此款待，用谦卑柔和的心虚心的学习，同时也希望借着这一次的宣教伙伴的一个缔结，也希望真实的落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精神：公义、慈爱、和平。当然也展现我们卢凯族文化的精神，爱与分享。那不止如此，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当然我们也有期待，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提出了我们小会的期待，也就是我们茂林教会的期待，就是继续的在事工上可以稳定的交流，包括儿童主日学、青少年，甚至长职的交流。你们要穿什么样尺寸的传统服，我们都会拿出来。好，当然不要以我的身高的标准都要以那个牧师的高度当然还包括信徒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培灵会的交流，这都是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3年当中，我们真的希望可以这样的一个往来。我要用一段的圣经来彼此的表示我们的心意，还有希望在这个当中有上帝的带领。历代志上第4章第10节这样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诗篇133篇的第1节，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阿们。那我想请那个师长还有吴长老吴长2位长老一起出来好不好？我们要签约的时候，请他们请咱士林教会的小会员，咱嘛来头前。咱在这个签约的中间，希望咱
烧会完吼，两边的烧会，因为烧会代表教会哦，所以这个时阵，咱请咱的烧会员吼出来哈，嘿，烧会员出来，嘿，马尼卡这个变一下哈。来，咱树林教会小员，咱请徛这边好不好？啊，这因为因牧师师长牧师娘啦哈。啊哥，不是我说那个吴小凤牧师的牧师娘哈，师长啊，师长哈，还有师长，还有2位长老在我们中间啊，我们的小会员啊，去看当徛顶头哈，徛哈，好，咱会当安尼最近。伫这个所在啊，咱这个时阵所要签的这个，其实牧师娘最近过来哈。这张吼是咱拄啊，咱伫个PowerPoint顶头所看到，嘛是咱周报第8页顶头，咱登记当看这个内容记起来。所以过来，你若要去高雄，要去茂林，迄是国家风景区，你会记得甲我也是甲干事托。迄个茂林教会的电话，还是小凤牧师因的电话，还是托来到我们这边这些小朋友他们家里的电话哈。你去到茂林风景区，去到茂林教会的时候，能够也有机会到茂林教会。如果刚好碰到礼拜6、礼拜天，也参加他们的聚会哈，一起彼此。那你只要说我是士林教会的，你去就会经验不一样啊。他们彼此的热情款待，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些小会员的见证下，我跟小凤牧师哈，我们代表在这个地方来的这个哈，来这个好，听说签这个都要2份是吧？来。这样划起来哈，这样那我们就有2个教会的小会，我们都会各留1份，哈，都会各留1份哈。这样，谢谢哈，谢谢。来，这吼，咱教会有准备一个，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卢凯中会、茂林教会、台北中会士林教会哈，卢凯中会、茂林教会、台北中会、士林教会。缔结伙伴教会展言签约我们士林教会赠送给茂林教会哈。2016年7月31号，咱2个迄个代志长老，今仔都有一位伫遮，咱请迄个代志长老张祖明长老代表赠送互茂林教会哈，来。好不啦？安尼好，我请你外观，好来，好，多谢，好，来，好。我们教会也有。哦，这样子。我们教会也远从茂林带了我们对士林教会的一个这一次缔结宣教伙伴关系的一个心意。就是代表原住民卢凯族的一个文化的意涵的东西，稍微解释一下哈。大家有看到哈，有一些象征原住民的一些图腾在里头，里面是一个桃虎，桃虎在卢凯族的意思是生命的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孕育生命的一个象征。那这个羽毛呢是尊贵的意思，是一个身份身份的地位。那百合花呢，是一个圣洁、纯洁的意思。那这个项链呢，是代表财富，财富。那旁边呢有一个山猪牙，不要当中有警察的吗？假装有没有发现它是真的牙齿山猪牙它是代表一个力量因为卢凯族真正的男人就要猎到一只山猪那才可以结婚那这是我们这一次集合了我们这个全部卢凯族的文化的精髓，送给士林教会，谢谢这个好，那个好，来。
再次拍手，谢谢这些小朋友，他们已经来5天了。这5天呢，昨天晚上有我们一些同工带他们去夜市去打士林国小打篮球，然后礼拜5晚上有同工带他们去儿童乐园，礼拜4晚上他们有玩桌游哈。除了在夏令营生中间，他们也享受了在台北的一个生活哈。那来麦克风啊，我们特别我们特别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段机会。不过整个都签约展年的签约结束，我们要特别邀请那个卢凯中会他们之前是当中会议长的王明忠牧师。王明忠牧师曾经在卢凯中会，当中会议长当几次？忘了，当中会议长呢？我踮咧北中要轮到1摆都轮袂到咧。我们请那个卢凯中会这个小凤牧师，以后你也一样，我看你中会议长要当好几次我们请那个王明忠牧师就是卢凯中会中会议长为我们讲几句勉励的话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宣教合作中间来。首先要恭喜我们士林教会还有茂林教会继续我们前面的这个伙伴教会的一个签约。事实上，透过今天是原住民的一个主日，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要。明天呢，是我们台湾的总统说要向原住民道歉，但是我觉得最真实的道歉应该是针对我们的上帝来做认罪。那么我们士林教会跟这个茂林教会呢，总统还没有道歉之前，我们已经在做这个比道歉更重要的一个生命尊重的一个对等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感谢上帝，士林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眼光呢，可以把原住民当成是自己的弟兄姐妹，透过实际的行动签约，然后呢，请我们娃娃女传道士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在上帝国的宣教里面呢，大家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持，所以这一点呢，我真的是非常感谢。3年前呢是议长，那个时候呢，这个娃娃女是刚刚神学院毕业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在跟大家一起生活。那的确，士林教会向我们提出这个娃娃女要在这里牧会的时候，我有一点困难这个自己当议长，自己的女儿很不好安排我要回避也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请求我们总委会呢听听他们的意见。那还好有人就提出这个方法，就是缔结这个伙伴教会，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徐牧师真的非常积极在这个原乡跟都市宣教的一个合作。所以当时呢，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许牧师了那我想我虽然现在不是议长但是我还是以当时3年前呢担任议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感谢我们的教会，也祝福士林教会还有茂林教会，真的是成为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论是平地教会原住民教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谢谢。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功课的话我们不把它看成是一个活动，也不是看成一个行礼如仪或进驻般的意你看他行过今仔礼拜就说，望今仔日这个原住民的主日，耶稣基督
是咱万民的愿望，对我是毋是这款的愿望？那安尼时阵，咱才有可能甲四周的人三角来学习合一这个功课。所以，如果那安尼，这个拜托爱请咱常常想这个问题：我敢有原住民的朋友？朋友哦，是会当分享、会当互动、会当三角学习的。你想看卖，你有原住民的朋友无？你安怎甲伊互动？安怎对因的身躯顶得到学习？另外，伫咱教会甲无林教会这个宣教的行动顶头，你愿意参与什么？咱看到过去这几天，无林教会因安尼遐尔远走来参加咱的夏令营，敢有轻松？拜三安尼就坐游览车坐6、7点钟来，校长陪因坐来，校长迄天佫坐转去。你看迄天伊坐游览车坐偌久？然后为着昨昏甲咱分享原住民的一寡文化，伊昨透早4点半按无林落来坐高铁来，到遮9点，甲大家斗阵一天4点半了后，佫赶转去高雄就是迄个秋香校长佫欢喜遐尼甲咱分享，所以咱咧知因付出遐尼大的代价。咱这边的青少年朋友，咱遮的老师遮陪伴，咱嘛甲因相甲斗阵。但是咱伫即款宣教的行动顶头，东华教会宣教行动顶头，咱是不是欢喜？虽然距离不这样远啦，距离有一点远，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行动？所以为着安尼，一首诗歌咧提醒咱，顶礼拜咱有吟过这首诗歌，圣诗556首。这个头前迄句话是一个领袖的人唱，咱会众敢若唱3字来领。咱会众敢若唱3字，亲像第一句，咱敢若唱动脚步；第二句，咱唱行天路；第三句，咱唱动奋斗，奋斗，奋斗是奋斗；第四句，咱唱开活路。毋过圣歌队爱甲4步唱出来，伊毋是4步呢，伊7步、6步。咱掠看卖，看你家己用个掠到，你要唱迄音无吼？圣歌队看会当甲6步唱出来无吼？咱会众你就是唱迄3字，咱甲第一站咱来练看嘛吼。第一站咱来唱大仙林卡利亚吼。预备，大仙林卡利亚。传上帝国度，做时代温度，伫万民归主。咱会众就敢若唱3字，咱会众唱3字，安尼咱了解吼。咱最近要来甲这首诗歌，嘛通过这首诗歌提醒咱。军队先人的卡利亚，咱来将基督的福音传到各所在吼。大先人卡利亚，传上帝国度，做时代温度，伫万民归主。愿神国临到，好社会生态，行公义和平，到做军和睦，全时代危机。来中坚心灵，做地上人，做世界的光，主愿大地家，将救恩进度。愿上帝旨意，好基督福音，
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今仔日，上帝你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定着即日是原住民主日，三甲来经验上帝你极起头创造的丰富甲美妙。我们特别恳求上帝，你帮助我们不同的族群，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定位上面找到上帝你所给我们那奇妙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所领受到的一个喜乐、平安、尊严。求主你继续引导带领，让我们士林教会、茂林教会弟兄姐妹、长子同工各个团契，我们都能够向着主你所为我们立定那样共同领受的意向来迈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